講到李嘉欣呢個女人真係港圈小三天花板，夠膽鬧原配，打電話到我屋企，對住寶永勤連噴9句粗口，公然挑人證供，擺明想逼走阿勤，自己做名正言順嘅劉太，囂張到呢個境界，真係不愧最強小三4個字。最得人佩服嘅係佢對豪門嘅執念，直到佢嫁俾許晉亨嗰一刻，香港豪門班太太先至通通鬆晒氣，終於唔使驚呢個禍水闖入自己屋企。當年李嘉欣上陳志雲飯局，講到第三者角色嘅時候，仲假惺惺話傷害咗大劉當時嘅太太，但係轉頭就變，只會負一半責任啫，仲話之後冇做過任何人嘅第三者。承認喺同劉生嘅關係度，我係傷害咗佢當其時嘅太太，我承認，但係我只會攞50% 嘅責任咯。之後我完全冇覺得我做過任何人嘅第三者。1988年，李嘉欣先至18歲，參加港姐選美，憑住嗰副驚為天人嘅樣貌同氣質，毫無懸念奪冠。港媒當時評佢石破天驚，一時間風頭無兩。我當時一眼就中意咗佢，為咗博佢紅顏一笑，佢話屋企唔夠位放衫，我直接買咗間2000萬嘅豪宅送佢，呢間半山別墅。佢1997年賣出嗰時，狂賣到6800萬。除咗呢間，我仲送咗跑馬地另一間別墅俾佢，2間屋轉手一賣，李嘉欣淨賺超過9000萬。佢中意 Hermes， 我一次過買幾廿個送佢。有次佢屋企停電，半夜話想食腸粉，我唔理3721，排20幾層樓送過去。當時佢喊到眼淚直流，話好感動。我仲以為自己揾到真愛。當年一段爆粗錄音震撼全香港。李嘉欣半夜打電話鬧我，質問我點解要捧紅恩。更離譜嘅係佢同我原配寶永勤嘅罵戰。阿勤患上乳癌後，忍無可忍，揭露佢嘅真面目。2000年仲喺報章連載自傳《勤心集》，直話同我嘅婚姻最大敵人就係李嘉欣。